我其實好細個嗰陣時係好中意睇人物傳記嘅，好希望即係日後可以成為一個偉大嘅人啦。主要都係可能做科學家啊或者藝術家。咁啊去咗香港大學讀生態系啦，咁就認識到香港嘅生物多樣性，好希望保護佢哋，希望透過繪圖出一分力咯。不過繪圖喺生物學或者生態學其實都重要。如果你睇翻以前咧，其實大部分出 paper 都會配一幅繪圖，因為相機係影唔到呢一樣嘢。係啊，就係一啲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嘅嘢。你問我中意生態定藝術多啲咧？本質上就會係生態嘅。我諗我目前最中意係會畫魚啦，同埋會中意畫昆蟲嘅。曱甴係好唔同嘅，因為我唔會將曱甴歸類自然環境出現。佢如果你喺你屋企出現無奈，你都必須要處理㗎啦。我先生就好好嘅，佢就會覺得應該放生嘅。我會唔會代入唔同嘅動物嘅眼睛去睇呢個世界？我都會經常出去可能去做啲考察，經常性都會係由一個人類嘅角度出發。但係有陣時可能會諗下喺水底喺個地下度望上去，我係個石頭，咁我狀態會係點咧？捕獵中嘅匪視蒼心係我印象最深刻嘅。咁有一次有個朋友佢潛水嗰陣時就遇到一群000咁樣，咁我就覺得哇好難得，一定要過去影相，游咗過去影相引救。咁上到船嘅時候咧，我個朋友就跌咗個邊，我就跳落去執咗佢啦。突然之間就開始打雷，高估咗我自己嘅速度，哎呀飄走咗啦！咁望住架船，突然之間俾人拉咗翻去船，成功避過咗一劫。嗰筆原畫就係我嘅咁，我係蠍子旗 Nicole L516。